唔是，请你替我别解呀。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事大义。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定本身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功无敬，现在是我失礼爱马头将礼行。罢了，负这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但是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负这才能再好爱。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告状，你有人来我好。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骗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离他，命做情，我不对你啊，对你来两情，我不了情。Hello， 线上朋友大家好哦。我们在稍等我们的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呢，先聆听一下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内容。线上朋友呢，欢迎你跟我打声招呼哦。稍待会呢，我们再开始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唔知伊，今日请你食地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手。真正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要做的事，想要办，不要打落，并你心地改。来讲兵做放金之苦，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来这里听！当着我嘛是拍金赛夫，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了？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该用，扫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打我敢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阿哥唔知悔改，想要看的，跟我一摆。Hello， 欢迎我们线上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呢，都会唱一首我们歌仔戏的曲调，叫做《都马调》，来做一个开场，也是唱我们雨涵电台的之歌哦。
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惊惊，片段歌涵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歌涵电台的观众朋友，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欢迎我们的 UAN 大大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你在那个直播的这个地方在找我吗？如果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呢，它应该会跳通知出来，甚至呢你直接点选我的频道，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明天呢是礼拜四，所以呢明天的礼拜四呢是我们的台语电台。如果呢你是听得懂台语的朋友，甚至呢你想学习台语的朋友，还是说呢我们可以一半掺国语一半掺这个台语哦，就可以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四的台语电台哦。有订阅了哈，有我懂。我们的 UAN 大大昨天新认识的新朋友，也感恩他的支持，感恩他的聆听，掌声鼓励。也欢迎各位朋友哦，你听不懂台语哦，没关系。我们明天呢，你上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我们掺一半这个国语，掺一半台语，掺一半国语，掺一半台语这样子。如果呢有去收听前几集这个台语电台的朋友呢，就大概知道我们偶尔会这样子掺一半一半啊，也是让这个文化，让这个语言呢传播出去哦。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线上朋友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前旦雨涵，前旦的意思呢，就是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前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刚才有听到这首《都马调》，再来呢，我们也来唱一下这个7字连空奏。在我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7字连空奏代表说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他们所各说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也代表说我们戏剧有一个这个讲法叫做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当你在说你的，我在说我的时候，就很容易玩 gay， 就很容易吵架。那呢，为什么在这个一路打金枝里面这出戏里面呢，他们要吵架呢？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解释。你昨天有看到我的影片哦，哇，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哦，还特别呢看了其他的影片，线上呢也有我之前去厦门的影片。当然哦，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前面刚好这个喉咙这个声带长茧啊，所以去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是放这个降 key 的版本在唱。听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好听，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听到那个影片的话呢，就敬请见谅咯吼。来，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个7字连空奏。
伤心事随人知，怨夫妻何爱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拜礼啊，实在太爱乱来。我回受亲像姑娘，受亏又开，风风给照了无悔，注定悲哀，伊不应顺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烟台，过古迈，冤家冤家当存啊，当心啥子彩，真心渐将相地带，何言努力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为什么他们要各说各话？因为呢，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这个驸马在说我的身份地位比较高，这个公主说呢，我爸爸是皇上，当然是我的身份地位比较高啊。他们呢就这样子争吵不休，到最后呢，怎么样的收尾？怎么样的和解呢？欢迎你一起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你刚才已经在找我，从7点半就来找了，但是我8点才直播了哈。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在收听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我们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线在做直播。那呢，欢迎你们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也记得呢要帮我分享给你的身边好友。不论呢他是有在看这个戏曲的朋友，还是呢还有在看音乐剧啦，还有在看戏剧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歌仔戏的朋友，也都可以呢给他来聆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让更多人知道呢这个戏曲的文化。哇，欢迎我们的RABB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节目一开始呢，都会先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天气哦，都是我在直播前赶快上网所查的。所以呢，这个基准这个准确度啦哈，应该是蛮高的。这个明天呢，这个北部的降雨几率大概在20%，那呢台中有大概10%，这个南部地区呢大概0%，应该是不会降雨的哦。那就可以，大家南部的朋友就可以放心的出门了。那呢，台中的朋友呢，这个台东的朋友，抱歉了，台东的朋友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20%左右。所以呢，全台应该都是属于一个很安全的状态哦。欢迎我们的林先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上来哟。你们最近有在看这个新闻媒体吗？有在看这个普发1万的这样子的资讯吗？今天呢，新闻所报道，这个普发1万呢，13岁以上，包含13岁哦，要自己去领取，就是呢，这个家长不能带领哦。因为呢，他说这个要训练哦，让这个13岁以上的这样的小朋友呢，有这样的自主的金钱管理的能力。那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因为我听起来呢，我会觉得说，我们一般来讲成年大概18、20岁左右，那你说到13岁开始就有这样的金钱能力，他就要自己去领。然后他自己去管理这一笔钱吗？如果说呢，亲朋好友啊、朋友同财类型的约出去玩一下，这个金钱会不会很快就不见了呢？这我倒是蛮好奇的哦。有我们的 JOE 大大说呢，最近也有在看这个新闻媒体哦，有在关注这样的议题。那你觉得说呢？也问我们线上的朋友，不管是我们这个 UAN 大大，或者是我们的 IB 大大，或者是我们的林先生，还有我们的 JOE 大大，甚至线上的各位好朋友，今天的新闻叫做呢，这个普发1万哦，这个13岁开始呢，要自己去领取，这个呢，家长没办法带领。那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哦，这个新闻媒体播报出来呢，这些民众的反对声浪啦，当然是大于这个赞同的声浪。那你觉得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每天都会看我的影片哦，哇，感恩我们的 UAN 大大，从昨天认识的新朋友到呢，每天都要观看我的影片，但是我们每周1到每周5呢，这个晚间8点有直播。其他时候呢，你可以上我们的频道呢，就是去聆听呢这个其他的我们的影片，这些回放的影片，以及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等等之类的哦。GQ 赛，真的哦，大哥说这样子，因为真的不知道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啦，因为真的是。怎么讲哦？这个，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呢，跟我们的线上朋友呢，讨论一下哦。6呢，你在说6日呢？6日我们休播因为我白天也有正常的这个超市业的工作，那呢，我是利用晚上时段呢来做直播。6日呢，如果超市有工作，我晚上让我休息一下啦。所以说呢，如果6日想要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线上呢有很多的回放影片，今天已经做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第50集咯。所以说呢，我们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给大家一个欢呼声。再来呢，哇，也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收听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的朋友呢，福气满满，我都有点灯在做祈福，所以呢，我们一起共享这样的福气。另外呢，你会看到我一个人很忙哦，又要操作电脑，又要操作这些设备，又要跟你们聊天哦。因为是一个人的电台那这么忙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快乐自在的呢过这1个小时，我们每周1到每周5上来聆听，一起呢共度这样快乐的全员哦。来收听这首莲花舔山狼以及风萧萧，
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讲这一段的故事性质哦。太祖定调了命，退夫替君王受礼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刑。一老生病，要万幸。孙心家辈不将礼敬，听说笑歌罗君低音。stra灵惊伊小小红兵，困在道边，遐呢情形，不由过爱红花景。刚刚卡的哈。我刚才好像有发现一小段卡掉了哦，现在有没有恢复了？我刚刚也有看到好像有小小的一小段卡掉了哦，抱歉还好呢，我们线上朋友都会跟我说一下哦，应该有恢复了哦。这个 UAN 大大说呢，我爱你，哇，感恩你的祝福，感恩你的爱，也帮我分享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哦。UAN 大大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几岁呢？这么快就献爱啦。刚刚这一段呢，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呢，是在我们驸马爷出台的驸马出台的时候所唱的歌曲。为什么呢？他唱这么生气的歌曲哦？因为呢，这个他爸爸呢是鼎鼎有名的郭子仪。在郭子仪他们夫妻呢70双寿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呢居然在家假病在家，假装我生病了，哇，好痛苦哦！所以呢，没有去给这个驸马的爸爸去给他拜寿，给他庆祝生日的概念呐。那呢，这个驸马当然就很生气啦，当然很生气，回来就要跟这个公主理论了。那呢，这个公主呢，居然挂了这个红灯笼。古代呢，挂这个红灯笼是什么意思？也有人在说是挂红灯笼是可以进来。那我们的版本呢是挂这个红灯笼呢，代表驸马或者是任何人呢，你都不准进我的房间。那这个驸马当然就生气啦，你不去我爸爸的70双寿，那你还给我挂红灯笼，不准我进来，所以呢就打破了这个红灯笼。当然在我们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是 CD 版本，是声音的版本，所以说呢你没办法看到影像啦，这些身段这些动作。当然呢，慢慢的我去优化它，比如说制作出影片，还是说呢，下一出的戏呢，下一出的折子呢，我会用什么方式呢来做呈现呢？我也在努力做这件事情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成立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做直播节目，来推广文化戏曲，以及呢，我还有到这个日照中心在推广。那呢，也出了这个 CD 专辑跟大家做分享，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都可以购买这一张 CD 专辑。那呢，一张是360元而已，所以是很便宜的价格，是货到付款，所以不用怕被诈骗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所以欢迎大家都上来做聆听哦。这个 UAN 大大呢说你是女生哦，7岁而已哦，
哇，7岁就观看这么有深度的这个广播电台。昨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厨师界的朋友也上来哦，这样子呢，他讲了哇，真的是很多的人生道理啦，甚至呢他自己所学，他自己的想法，给我们一些启发哦，所以也才有今天的这样的主题，叫做你喜欢什么性质？什么工作性质呢？像我呢，白天在这个超市业工作。那呢，这个晚上上来做这样的直播节目。那呢，我之前呢也有跟这个昨天这个朋友一样哦，我也做过这个餐厅业。只是呢，昨天的这个朋友呢，他是餐厅的厨师啦，哇，这个是大师级的，会炒菜的，会煮饭的，会炒面的。那呢，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外场人员。那呢，也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哦。以前呢，我在这个打工的时候呢，到这个意大利面店做这个外场哦。然后呢，做这个外场的时候呢，我们老板娘呢自己要下来下厨，因为呢我们是一间小小的意大利面店而已，所以呢她要自己下来下厨。那呢，外场就配一个工作人员，那我们就负责送餐，然后做一些套餐类的料理等等之类的。那呢当然1、2楼要上下跑啊，但是我觉得在这样子忙碌的过程中呢，也因为他的客人都很有善心呐，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开心愉快的工作性质。那呢经过这么多的服务业不论是超市业，然后我也站过柜。然后呢，也做过这个外场的工读生，也做过卖衣服的。那呢，做过这么多的工作性质，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我换的都是这样的服务业哦。那我不知道线上朋友，不论你是学生啦，就像我们的冠宇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了哦。就像冠宇也是学生，然后我们的 UAN 大大才7岁而已，所以一定也是学生。那呢，之前还有5岁的小朋友会跟着家长一起来聆听这样的直播节目，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传承。那呢，其他朋友呢，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呢？其实我觉得待服务业待久了呢，多少都会有一种疲乏啦、疲累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觉得？那呢，刚刚呢，既然有讲到这个普发1万的事情哦，刚刚呢还看了一个新闻，一则新闻哦，是日本的研究。他说呢，这个白发呢，当你开始长出这个白发的时候呢，是呢，这个身体呢在表现出这个防癌机制哦。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一般来讲，我们的头发呢都长得这个黑色的，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黑色素。那呢，当这个有癌症有这个癌细胞的 DNA 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黑色素呢不知道怎样去跟它对抗的时候呢，我们就长了白发，因为黑色素已经被它用掉了这样子。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的研究，那呢日本也还在继续做研究哦，这个是日本东京的研究。那呢，他会研究出什么样的医疗的产业啊，甚至怎样的项目等等之类的，我们不知道。他只是呢，跑出来这样子的讯息哦。哇，欢迎我们的策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策哲是昨天那个厨师吗？是吗？刚刚才在讲到这个，我也做过这意大利面的外场工作人员哦。但是呢，当然这个厨师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不知道你炒的是这样子的中餐料理啦、意式料理啦，还是你在什么样的大饭店，还是呢自己开自己的营业场所？如果是自己开，也可以线上呢来给大家做个推广。
我们可以业配一下哈、大家呢如果上来聊天的朋友，不用担心说呢有什么不能聊的，有什么不能说的，没有关系的。宇涵广播电台呢，都欢迎大家呢，在网上呢，你可以业配自己。比如说我在做保险的，我在做什么的，我在卖房子的，我在做厨师的，我在做服务业的，我自己在开店的，都欢迎你们呢，自己上来业配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这样子呢，才会像是一个call in 节目哦。因为呢，宇涵广播电台虽然是这样子线上的直播节目，不像一般的这样传统式的广播电台一样哦，可以让这个来宾呢 call in 进来。所以说呢，比较不一样一点点，我们用打字，然后呢，我来给你做回复，那你也可以做一些业配啦，也欢迎大家哦吼。刚刚呢有跟大家讲到一些新闻的小知识，以及你们知道吗？今天是农历的9月初9，就是我们的99重阳节啦。那99重阳节呢，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坛元帅这个太祖爷的生日哦，所以给他一个生日快乐，给他祝福一下，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哦。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哦。你说快炒店、韩式料理、居酒屋是小吃一般的居酒屋办桌我们是小型的，现在已经退休了为什么开什么刀呢？有想要跟大家脑瘤我刚才看到了脑瘤开刀，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而且你是怎么样发现的呢？也可以线上跟大家做分享哦。因为呢，其实你在打字啊，以及那个你的逻辑、你的思考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你说这个脑瘤开刀之后呢，有这样的残障问题？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可能开刀之后有，比如说因为复健过程中，还是说呢有手脚还是等等之类的，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也都欢迎线上跟我们大家做分享，这一点不用害羞，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开立这个宇涵的广播电台呢？一开始呢要出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以前我们原本要出去开个课程，也就是歌仔戏的课程那呢，最后呢，因为我今年度开要到明年度才可以开课，所以呢，我选择呢，赶快先出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出来，做个文化的传承，做个推广。但是呢，其实在这当中我爸呢，在这个大陆地区呢，他呢，这个心肌梗塞。当然用这个叶克膜呢救回来，也感恩我们的大陆地区的老板，不管是石总以及高总双位以及这些团队一起来救治感谢这一些朋友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说呢，当然他回来之后呢，要做很多的复健，包含到现在也还在复健、针灸，做各项的治疗。但是我觉得呢，当我们还能付出的时候，就像我去日照中心一个长辈的定义他说能者多劳。当你还可以动的时候，当你还有眼睛，还有耳朵，还有讲话能力，还可以做事情的时候呢，就趁现在呢，去能者多劳多做。那你多做也不吃亏，那你也不用想说多赚什么钱也不用，因为呢，就像我现在的薪水，我现在的白天的工作的薪水，我也是拿来养家。那呢，你说能存到什么钱吗？也没有。但是呢，你说这样的广播电台有没有赚钱？没有赚钱。
那呢，卖 CD 赚钱，CD 专辑有没有赚钱？赚的钱呢，也是我要再投入下一张 CD 专辑的钱。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既然呢有观众愿意听，有你们呢愿意支持，我呢就很开心的继续的来做这个直播节目哦。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ure Roxanne. Can you feel it? Sure Roxanne. 哇，我们的策哲说呢，我们要活化我们的观念。在这里的平静呢，用每个人的小小时间，带着这样的欢乐呢，给大家美好这么热道亲切给大家哦，而且呢，有一个共度温暖快乐的时间。哇，感恩我们的策哲的鼓励哦，感恩你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哦。像这样子呢，不管是脑瘤，然后开刀完的朋友，甚至呢，他现在甚至也可能还在复健，甚至呢，也还有时间可以来观看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给我们，是你给我温暖哦，反而呢，不是我这么多的温暖可以带给大家，是我们线上朋友呢，共度这样的温暖。以及呢，我们的策哲很有心，我们的 UAN 大大很有心，以及呢，我们的冠宇很有心。你想睡觉去了，很好很好。我有看到你写你今年5岁，对不对？那赶快去睡觉了。如果呢5岁的话，这个8点多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去睡觉了。冠宇晚安哦，那我们明天再会明天是台语电台，所以你上来听不懂的话呢也没关系，你跟我说一声，我们用国台语的交换哦。欢迎我们的冠宇。今天呢，哇，非常感恩我们有 UAN 大大，我们有 RABB 大大，有林先生，有这个 JOE 大大，有我们的大哥，然后有我们的淑芬姐，然后呢有冠宇以及策哲哦。相对的呢，大家呢，不论呢在观看我的雨涵广播电台，同时呢，也有其他朋友呢在观看其他的，不管是师父的台，也都欢迎大家哦。因为呢，不管任何的宗教呢，就像昨天这个策哲说的，真的都是传给大家不一样，都是一样呢，不一样的想法，但是都是一样的正念。不管人家怎么教，所学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哦。所以呢，不用去想说呢，自己多付出会多吃亏，没有这件事情哦。欢迎大家上来哦，吼！再来呢，一样再带首歌曲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曲呢，是我到时候要去比赛的歌曲啦。所以说呢，大家呢，每次一样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都会重复这2首歌曲，都会唱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哦。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策哲所说的内容，然后呢，我先放个伴奏带给大家一边听一下哦。你的症状呢，骑摩托车在家要牵上来，气压到好几次，一般正常哦，它没有平衡。因为呢，在你的大脑、小脑中间呢，这个像鸡蛋大去中山医院呢，这个耳鼻喉科医生呢，叫你走路看看，然后呢，帮你呢用这个内科，然后呢照这个核磁共振，哇，结果像鸡蛋这么大。再来就是3斤的外壳。直接接了12个小时，我的手呢，都被绑在这个加护病房4天，在健保床和1个月的核磁共振，每周1到5早上15秒，然后呢，最后他会呕吐，然后呢掉发打针，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呢，人生的转折点改变了，哇，真的。所以说呢，来我们线上朋友，如果你有办法打出这个掌声的朋友呢，或者是打一点字，
给我们的策泽一个掌声鼓励，给他一些鼓励哦，非常棒哦。他说呢，改变了你自己，然后呢，共度荣幸共度，然后呢，呼吁大家有疾病一定要赶快找医生，这是真的。然后呢，所以每个人身体健康呢，真的要检查，要分享给各位。哇，也感恩我们的这个 JOE 大大给我们的这个侧折的温暖，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这真的是哦，非常非常的荣幸，也感恩你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如果你有在玩脸书或者是这个 IG， 也都欢迎呢加我的脸书，叫做郑雨涵，甚至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可以欢迎我们的策者也加入哦，哈，来跟我们线上朋友一起来鼓励来聊天哦。那呢，哇，我看到这样子非常感动，也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给我们的策者的支持，给他的鼓励哦。就像是说呢，我到了这样的日照中心的服务哦，那呢有一个大哥，他虽然呢，我忘记是左半边还是右半边是整个是瘫痪的，右半边整个是瘫痪的。但是呢，他很努力的想要呢，跟着我一起做动作，跟着我一起做运动。所以说呢，我也会去牵着他的手一起来做运动。然后呢，他有一天呢，去逛这个我那一间超市的时候，刚好我们碰上面了，也跟他老婆碰上面了。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一些呢，真的就像我跟我爸分享的，我说呢，既然呢，我们家庭上就像有我妈在照顾我爸爸，那呢我就认真的去工作，以及主持这样的广播电台，认真的做专辑，认真做文化的推广。那呢当然对家庭的付出的金钱力量，或者是能付出什么样的力量，我们尽量的去支持，尽量的去付出。那呢这样就要心存感恩了。所以说像我们的策哲哦，他这样的心灵呢就非常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棒。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一段的朋友呢也欢迎呢给他多多的鼓励，多多的支持，感恩我们的策哲跟大家的分享，以及最后一大大给他的鼓励，感恩。我们的 UN 大大说呢，觉得我很帅哦，没有啦，你没有看到其他的偶像明星，那个韩国的偶像明星啊，我们台湾的偶像明星呢，很多会更帅哦，我没有到很帅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分享形象这一件事情。先来唱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音，也是出自于我这个一路打今日的 CD 专辑里面的。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故事说这一段的缘由。我们先来聆听这首七字连、七字摇板、带七字音。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惊。动手假死伊生病，奈何人叫心不宁？驸马晓心无正义。为爹娘梦凄厉，风风远比冲了天，军队起灵来才可以。大水风管难消天。
歹把宝金相依，驸马无够世情义，并个王言停意。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联、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哦。在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我们把它放为这个结尾，也就是呢，这个驸马呢，这个打了公主完之后呢，赶快绕跑，赶快下台了，让这个公主呢，最后的收尾在台上刚好灯暗灯这样子哦。那呢，当然在一路打金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这样子的只有声音的专辑。那呢，在我们这个影像上呢，我们尽量的呢来去把它做优化。改天呢，在直播上，甚至呢，我再推出这样的影片呢，一样再到我们的不论是群组里面，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也都可以来把它做优化的动作。为什么我是固定8点来上班呢？因为我白天有这个超事业的工作，我早上呢这个6点起床，7点上班，上到我们下午的5点半，然后呢，回来之后呢，要再吃饭、洗澡，然后如果正常来讲不加班的状况下啦，就是吃饭、洗澡，然后呢，整理一下直播的内容，然后上来跟大家做个直播。下播完之后呢，照顾一下我爸，跟我爸聊个天，他睡觉，我上来读书。所以说呢，我也都是大概12点才睡觉，然后呢6点起床，一个很忙碌的生活，所以呢只能在8点才上来跟大家做界面哦。当然呢，大家呢如果有想要提早看，甚至呢看长一点的时间呢，我们都可以呢配合观众来多做讨论哦。只是说呢，宇涵广播电台是由我一个人呢自己呢下去做经营的，所以呢我没有后援的力量啦，我没有什么说有经纪人有幕后的操作工作人员，有这些配备的加装的人员哦。当然说到这里呢，先感恩一下我们这个 PQS 的直播器材材料行，在我们的台南的 PQS 哦，这个直播器材行呢，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声卡，让你们听到了声音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说呢，先感恩一下我们的 PQS 直播器材行，感恩您。然后呢，我们的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由于是我自己呢下去录制的，而且呢当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声卡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当然声音上没有这么的优，所以呢当然我们之后呢再出下一张专辑，下一张专辑呢就会配合这个 PQS 的直播器材行的这些设备呢，我们下去做录制。然后呢下去一起来出这些周边产品哦，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这个 JOE 大大的掌声哦，感恩您，感恩大家哦真的是不断的给我支持，不断的给我力量。然后呢，大家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刚刚呢这个 UAN 大大有说到真的很帅，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形象这个词哦。从我以前呢在这个工作开始我就定论了一个形象的定义。形象的定义呢有分公司形象以及呢我们的个人形象。公司有他公司的外在的形象嘛，不论他要找这个行销人员，甚至呢你是一个店员，甚至呢你是一个他的工作人员，那你就是代表着他的形象。那呢个人形象呢是在我们私底下以及呢表现给公司的形态上，也是你自己的个人形象哦。那在我读的这一本书上呢，这个职场不是自助餐，哪能
挑你要的这一本书上呢，这个商周所出的书籍哦。那呢，这个书籍上呢，它就在说到形象这2个字哦。那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他说呢，一个人的形象呢，不只在于包含这个长相啦，包含呢他的谈吐，就像我们这个对话一样，就像你跟我回话，我跟你回话，这样的谈吐，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形象。那呢，这个形象包含长相，包含谈吐，包含妆法。虽然我只有这个用这个头发，我没有这个化妆。但是呢，我还是把胡子呢刮掉，把它用得干干净净的，这个也算妆法里面。然后呢，以我们的衣着，就像呢，我平常我只穿着运动的衣服而已。那呢，当然要上我们的直播频道，我就要呢穿着比较好的、比较好看的这样的衣着。那呢，还有我们的笑容，笑容呢才是最重点哦。你要怎么样给大家一个温暖？也给大家呢有一个感觉一个知识型的频道，笑容就是最重点。笑容呢，就是我们国际礼仪、国际的语言哦。当你呢，不止呢，在表现上，不止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笑容来表现，对不对？我们不会语言的时候，我们只能用笑容来表现，对不对？哇，这个呢，策哲说呢，感谢大家，我在这里呢非常的快乐哇！然后呢，欢迎我们的韵柔哦，我先来这个讲一下哦。这个感谢大家，我在这里非常的快乐。这个每天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喝着黑咖啡，在我们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不要把它想的不好的，好的在这里的转折点。一个观念的应用，自己在公园散步，你也可以坐着慢慢去体会大地有鸟在身边，然后呢这个有人说话，有很多声音，你的心里呢却是温暖外面在身体呢是在动的，但是里面是平静的。在这里的欢乐，我们有能力呢可以行动的付出，帮助每个人。感谢大家在这里呢美好共度这些时间，然后呢大家是一个一种这时间点哦是非常的快的，然后呢是一种美好的，感恩大家。哇，感恩我们的策哲。哇，你身边的这个身旁的家人会不会陪伴你一起去公园做运动呢？这个策哲昨天是说在这个台中地区，对不对？如果有机会呢，我也上台中一趟，我们一起呢，去公园走走，一起聊个天，散个步，我们来认识一下哦。感恩我们的策哲。我也把我个人的这个 LINE 留在上面。那呢，如果大家呢，有想要加的，那可以加一下。但是你要跟我说你是线上的谁哦，不要跟我讲说，没有跟我讲，我不知道你是谁哦。那呢，我们的策哲欢迎你跟我加好友，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碰个面聊聊天。我觉得这个策哲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哦。然后呢，这个 UAN 大大说呢，刚才呢听到，因为呢，刚刚去洗澡哦，没问题的，没问题哦。去洗澡回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韵柔哦。抱歉哦，刚才在念东西，所以呢，先欢迎我们的韵柔，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先听到一首这个都马调。都马调呢，就是由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呢，来我们台湾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所听这一首曲子还不错，我们就把它抄下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曲调名称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上面写着都马班，我们就把它抄成都马。那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个在我一怒打今日 CD 专辑里面的都马调。
但是呢，比较短一点点，只有1分半的时间的都马调，因为呢是比赛要用的。那呢，每一次直播我们都会唱到，那大家都勉强听一下哦。用行逼我，将本身的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确实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好海。公主啊，听你承认这是你的错，本中有冤要告状，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片啊，我拢有照做。当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你呀做行，怎不啊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首都马调呢，在形容说呢，这个驸马已经行了这个君臣之礼了，已经给他下跪了。这个呢，公主呢，还是强行的呢，要把他带去见这个他爸爸哦，带去见这个皇上呢，给他处这个罪行哦。那呢，当然最后的剧情是怎样子呢？多多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刚刚今天的直播节目的这个主题内容呢，叫做你喜欢什么工作性质呢？在你是尝试服务业呢，还是呢你尝试就像我们的侧哲是一个厨师呢，还是呢你尝试什么样的行业呢？你喜欢这样的工作性质吗？另外呢，也有跟大家讲到哦，这个今天的新闻媒体所说到的这个普发1万呢，13岁开始哦，这个呢要自己领取，这个呢家长不能带领，你觉得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他所说哦，13岁开始呢就有金钱的这个自主的这个治理的管理能力，你觉得是对的吗？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啦哦。哇拍谁，刚才下面有这么多留言哦，拍谁，等一下，我都讲我的，结果我都没有发现下面有留言了，拍谁赶快再讲回来哦。这个最后一大大说呢，主播的笑容很温暖。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的称赞哦，那呢就欢迎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观看我的笑容，以及呢也欢迎呢加我的这个 LINE 啦或者是加我们的这个 LINE 群组里面，甚至加我的脸书都没有问题的哦，我们一起来切磋，一起来聊天。然后呢，昨天你怎么跑得这么快哦？我来了你就下播了哦。真的哦，昨天让这个运柔白跑一趟了，对不对？拍谁，给你一个抱歉哦。运柔这样子，我补你2个亲吻了哈。有了哈，有补你了哈，2个亲吻了哈，这个够大声了哈。然后呢，这个侧哲说呢，这个形象是一种外表。你的内心的过程，没错哦。人的转折呢，是与社会共同的平静哦。你不要等一下哦。共同的平静，不管好不好，都掺杂在里面。真的哦，不论是好或坏，都掺杂在里面哦。所以说呢，其实就像佛教所说的，他说呢，没有好与坏。只有呢，我们自己看待这件事情呢，喜不喜欢这样子而已。那呢，如果我们去修心，每个人我们都人人都爱。当然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子，就像我也不是做得到这样子的哦。然后呢，
这个不管好与坏都掺杂在里面。我们活化我们的观念，净化我们听力，带给每个人呢好让我们自己在社会呢这个频道应用，不要把自己孤独公演散步也好。然后呢，多接触你的心胸，会开拓你的心，也不急躁。如果你也有困惑，我都是公园散步，把这个气呢给喊出来，然后呢，自然而然你会有没有好吗的思想都美好共度，在这里非常快乐哦！哇，我们的这个策哲哦，居然在这里得到非常快乐，也得到不管是我们刚才这个追欧一大大给他的温暖，以及直播主我本人给他的温暖，然后感恩。很棒哦，来这里得到这样的快乐，以及呢，他有说他去散步的时候呢，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呢，不好的心理呢，把这个气呢散发哦，把它疏散掉。那呢，线上朋友，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情绪呢？不管是用宗教的方式，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也有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所以呢，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起呢来度化自己的心灵哦。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因为它没有宗教问题。就像呢，我明明是拿香拜拜的人，但是呢，我也点了这个供灯，我也去拜了佛教。但是呢，各项宗教都有它的好处哦。我们的 UN 大大呢说呢，你最帅哦，感恩我们的 UN 大大的支持，感恩你。这个车哲说呢，这种文化的歌声有一股非常暖心的温暖，它所表现的在这里的空间活化，每个人的快乐是我们的大家。有美好更棒，哇！这个策者也说得很棒哦。就像呢，这个我的 CD 专辑呢，舒达导演，你们可以上网所查哦。他现在在公视台语台呢做这个台语老师的概念哦，在带领的大家。那呢，这个舒达舒呢是舒适的舒，达呢是发达的达哦。这个舒达导演说呢，在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可以听到对文化的热情，对对我的表现呢，是对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热度，这样的温暖哦，以及呢一定想要表达出呢这个文化戏曲要的传承的能量哦，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舒达导演。如果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上这个脸书搜寻舒达，舒适的舒，发达的达，这个导演呢是非常优秀的导演哦。抱歉，他也有在配合呢这个封神宝宝剧团呢来做这个儿童剧哦。这个追欧一大大说呢，听不腻哦，这叫做百听不腻，是不是哈？大家都非常的支持哦。然后呢，这个韵柔说呢，你不要刚才那个亲吻哦，不然你要什么？再多唱几首歌曲，是不是？好啦，再给大家多唱个几首歌曲，然后呢，等一下来练习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哦。再来听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你们也听过很多次的歌曲。那呢，为什么都会唱这几首歌曲呢？因为呢，在我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有收录在里面。那呢，我才有去做这些音乐哦。这些音乐呢，要感恩我们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我们的谢学成学长。我们的谢学祥老师、谢香涵老师这3位老师的配合，以及大明园歌剧团的团长以及他的先生的配合，才有这些我们的伴奏带来让我们做运用。当然了，
我们配合下呢，配合的都非常的好。那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都欢迎呢到我的脸书以及 IG 做搜寻搜寻这个郑雨涵，甚至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那呢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不论呢爱好戏曲，以及呢没听过戏曲文化也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热情，这样的热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花娇宴以及良夜之歌。昆阳广播七十相守，心不可惜保留，归爱多做几拜寿，连连今扫落优秀。quân đuôi hó ca chiến tin đi khờ bi hóng hồng yan tin đi ta y quê ai kia điền đi我心机灵的偏富贵，电断大梦心相拼，好的。皇冠变水，天天乐观我是金破衣，我给背在一孤单不买回顾。不知道这样子的花娇宴以及良夜之歌好不好听呢？我们的韵柔有补偿你了吗？再来呢，我们一起来练习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用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来做这样的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如果呢，等一下你可以做到呢，在吸气的时候，我们的腹部挺出来。在吐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这个凹进去哦，就让我们一起来练习看看哦。现在呢，欢迎大家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甚至呢，已经到我们的胸口，到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还是呢，你的气息呢，有冲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跟家人朋友，在跟同事方面，在跟陌生人，在跟服务人员，在跟身旁的路人，甚至呢有其他的关系，跟你的伴侣也好，跟你的宠物也好，你是否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有感恩完3件事情了吗？也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不管是新旧朋友，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知道我们东方的戏剧东方的戏曲文化，我们的歌仔戏，以及呢生活小知识、书主义小知识，以及我们的新闻哦。感恩大家！哇，这个呢，侧哲说呢，这个吸气哦，你从嘴巴慢慢的感觉这个气场到你的冲丹田，在这个吸哑丹田，然后呢，这个它的音量会活化你的身体一股这个温暖气在你的头上。慢慢的呢，不要有什么想自自然然的气，就会是这样子。无论你坐着无论你睡着，不用想太多，自然的呢，等我一下自然的呢，等一下拍谁有点跑掉了，哪里对为什么看不到？等我一下自然的呢，这个地方我刚好被挡住了，所以我看不到。然后呢，会在这个公园的大地美好，在这个空间呢，能够活化这种文化，是带给每个人快乐。谢谢大家，感恩我们的策者的分享。我也给大家看呢，看一下这个葱长得多大了他应该是想要说这个吸气这个气场呢会冲上去那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4天的葱呢已经长到这么高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令我惊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瞬间长大也或者是可能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有开这个书桌的灯然后呢，以及有给它泡水它包含也长根了，然后呢越长越高。再过不久我也不知道它会长得什么样子，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个每天上来看直播的时候呢，这个周一到周五上来看直播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观察这一根葱呢这个洋葱呢可以长到多大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大自然的这自然界的美好真的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瞬间呢就长高了，而且这才是第4天而已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呢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们也到这个超市呢买一颗葱，然后呢给它泡一点点水不用很多，就一点点浅浅的水，然后呢它就会长根，然后开始一直发一直长这样子。那呢这是我的第4天在种植它，那呢到了之后呢，我不知道它会长到多大，就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一颗葱呢，在我们直播目前第50集的时候长这么高，到了这个可能100集的时候可以长到多高当然啦，我不会长到这个100集的时候还没有把它剪掉，还没有采收。这100集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长到这个天花板了开个小玩笑。然后呢，我有看到这个侧泽也有说江呢在这里，
姜呢，因为没有泡水，所以我在想哦，它没有泡水，这个长得应该是比较慢一点点，也是有生长，但是呢，没有这么样的快速。那呢，因为我不知道泡水哦，是要立着泡吗？还是怎样子泡？我其实不太清楚，我不知道能不能平着泡啦。那呢，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不敢给它泡水，因为我怕泡了它就死掉了，就残害了生命。所以说呢，我给它摆盘呢，摆成这样子。摆了一盘的姜，然后呢，它也都还在长大，在生长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几集当中呢，它可以长得多大哦，然后可以长得出多少的这样子的叶子，诶，这也是一个蛮好笑的直播电台哦。来，我们的策则说呢，我们要感恩的是你的父母。他呢养儿女呢，然后呢这么大哦，然后背了12个月这么辛苦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每个人都共同的欢乐。虽然呢辛苦一天的繁忙，我们福利了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活菩萨感恩。这里呢感恩大家这个空间来活化我们的观念应用，然后呢赞美了人在美好共度，感谢每个人，是我们都需要美好的气息，谢谢大家。哇，这个策则每一则哦都说得很棒，而且呢你会发现哦，他在每一则的后面呢一定会谢谢大家。你看他用这样子感恩的心灵，然后呢在每一段的结尾呢都谢谢大家，这样子我们也给他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一下哦。也感恩大家今天上来做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是我们的 UAN 大大，我们的 RABB 大大，我们的林先生，我们的 JOE 大，我们的大哥，我们的淑芬，然后我们的冠宇，以及我们的策哲，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韵柔，还有我们线上的好多好多的朋友不论呢你有没有出声，都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及鼓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我们会更努力的下去做，所以说呢，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给你的身旁好友。那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跟我们分享的，也都欢迎继续打字上来，甚至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底下的资讯栏有连结哟。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聆听一路打今日的 CD 专辑内容咯。感恩大家，感恩，我们晚安再会咯。心不怕失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生乐优秀。我们的策则说呢，我们每个人的宗教只是一个氛围学校，没有什么在你应用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活化
每个人呢的好不好都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浊气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外面是在动的，里面是平静的，自然而然我们的气场有一股温暖的气息，然后呢是美好的。无论你吃饭睡觉呢，跟这个甘梨哦，是不是这样子念？然后呢这个接触在一中街哦，你接触在一中街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婆婆，她在卖口香糖，没有人跟她买。我说婆婆，帮助你，我拿着拐杖，我提供哈腰呢去帮助这个婆婆。感谢大家这个鞠躬的哈腰喊得很大声，我在感谢她，我学到了。我们对每个人不要去设定好与不好，我们所学来的应用自然而然有美好共度时间。感恩大家。哇，感恩我们的策哲，没错哦，就像我其中一集所说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为他人下定论呢？但是呢，其实我们能下定论的呢，只有自己啦。只有自己的心呢，是不是可以平常心去看待每一个人，平静的心灵？平呢，这个平常心呢，我那一天呢，在经过一家店家的时候，我所觉得他写的不错。他说呢，这个平呢是平静，那常呢就是人生是无常的嘛，一个无限的、永远的嘛。所以呢，平静的心灵呢，在这个永远的世界里面。所以平常心，我们每天都用这平常的心灵、平静的心灵来过这个每一天。甚至呢，我们有这个慈悲心。悲是什么？就是同体大悲，看到别人难过，我愿意跟他一起难过。那呢，慈呢，伸出援手，一起来帮助他，那你就有这样的慈悲心。哇，感恩大家今天上来做聆听，也感恩我们的策哲，我们的 JOE 大大，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我们的韵柔，我们的 UAN， 然后我们的淑芬姐，然后呢还有很多因为我还没滑到那里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冠宇，然后我们的大哥，我们的林先生 RABB 大大都上来我们的雨涵广播电台。我们再会喽，晚安喽。为我做伊论好命，怎能惊伊小小红灯？JOE 大大晚安喽。不有过爱红回应呀，驸马，老去悄悄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席，互人害意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苦苦小事，依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